遭中央再会应变中心嘅估算。 高雄、推动、屏东还有嘉义人，底下还系有2330个灾民受困，基本总共系出动了75标次嘅直升机，进行人员护送，还有空调物资。不过，遭托管嘅居民系表示讲，每山还有每安村，大约还有260个受困居民，还受到7家嘅家庭唔肯撤离，所以佢哋呼籲兩山當嘅親戚朋友為配合拆村嘅行動，本規劃行業做啲下早掉嘅來團起。直升機過一擺公路頭岐山國中嘅運動票，採取一批又一批嘅災民，民眾夾夾拖嚟青年中，請自家嘅情形。 等到半夜，總算看到自家嘅家人，災民反而都叫出來咧，睇家嘛趕緊相互嘅加油保平安。不過，照對梅山村叫出來嘅民眾講，呢下同梅山差唔多還有260個人，由頭家人忙出來，冇看到自家情形。 連做下出去出面，幾多回事？我派人過去勸導了，可是到現在就是還沒有消息。我們這邊等了好幾天。路況已經很危險，不能走了。請梅山村的那個長輩，還有我的同輩，我的孩子們，你們的孩子們，通通在這邊等你們。家屬除撫育聰明嘅撤離，行鄉下做太師堡，希望透過天氣方面同佢嘅心聲傳出去。 拜託一下，梅山派出所，拜託，真的，請你集合我們的族人，啊，到我們的集合中心集合，啊，再通知我們的檢疫指揮所派飛機，好不好？謝謝，我們下跪，謝謝。香港新聞，綜合報道。